周二亞市盤中嘅金價繼續延續前一交易日嘅強勢升勢，一路震走高，再創歷史新高。截至午盤前，現貨金價上升咗逾1%，最高仲觸及4490.77美元，比起前一交易日4444.08美元嘅收盤價，攀升幅度相當唔錯。而家市場避險情緒持續升溫，呢股氛圍直接為金價上升提供咗強勁動能。金價走勢真係相當犀利，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又升級啦。美國對委內瑞拉受制裁嘅船隻實施攔截行動，直接令加勒比海地區嘅局勢更加緊張。與此同時，烏克蘭特種部隊用無人機首次喺地中海打擊俄羅斯油輪，油輪受損仲好嚴重。呢對地緣衝突升級嘅消息疊埋一齊，黃金自然吸引咗大量避險資金持續流入，撐住金價一路向上。再講下大家最關心嘅美聯儲減息預期，而家市場交易員普遍估緊美聯儲明年會實施2次減息。仲有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撐寬鬆嘅貨幣政策，市場都估緊佢即將提名嘅新任美聯儲主席好大機會同佢嘅減息立場一致。呢個預期一出，進一步強化咗市場嘅寬鬆預期，對金價嚟講絕對係大利好。黃金短期技術前景分析，從日線圖觀察，金價不斷突破歷史新高，價格沿住20日均線同100日均線強勢上行，呢兩條均線形成咗好強嘅支撐，完全體現出短期多頭掌控市場主導權嘅態勢，上行動能好充足。相對強弱指數 RSI 而家運行喺75附近，雖然已經入咗超買區域，但大家要留意，考慮到當前市場嘅強勢氛圍同資金流入態勢，超買狀態好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千祈唔好睇超買信號就盲目看空，避免踩錯點。短期目標位可關注4500美元呢個心理大關，呢個位置如果可以順利突破，就會打開新嘅上行空間，金價有望再上一個台階。下方支撐位就上移到4450美元附近，呢個位置係前一交易日高點轉換過嚟嘅支撐位，相當重要。如果不幸意外跌破，就要再關注4400美元關口嘅支撐力度，呢個位置仲對應住5日均線附近，有好強嘅技術支撐。仲要聲明，所有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如據此買賣，盈虧自負。想第一時間收到金價實時拆解同市場重磅消息，快啲訂閱、按讚、分享俾身邊嘅投資老友。多謝收看。